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新一集奇聞速遞 Podcast。今日同大家傾下一單傳成熱話，聽落好荒謬，但又千真萬確喺娛樂圈發生嘅生日會偷竊奇案。冇錯，就係樂易玲咧自爆上年生日會啊，俾某藝人偷嘢，搞到咧今年生日會咧收禮物要另作安排。相信咧大家都會奇怪啊，點解咧有人夠膽偷一個有權有勢高層嘅禮物，仲要咧大家都喺熟人嘅場合犯案？呢條友咧係弱智定窮到窿呢？今日我嘗試拆解一下呢個小偷犯案嘅動機，順便講下周吉貝咧送禮技巧，點樣可以送到一份禮物啊，令對方愛不釋手啊！呢樣都係算係一門高深嘅學問。先講翻呢件事嘅由來啊，話說咧，原來上年樂小姐65歲生日派對嘅時候啊，中年好聲音嘅冠軍周吉佩咧就送咗一束好精緻嘅那布布花束咧做生日禮物啊，點知咧散場執嘢嘅時候，樂小姐最期待嘅那布布花束咧竟然啊憑空消失咗，立即翻查餐廳嘅 CCTV 閉路電視睇啊，一睇原來咧竟然係一位40多歲前 TVB 好爸爸形象，而家咧已經轉戰內地市場嘅男藝人偷咗。不過咧，樂小姐考慮到啊，對方曾經係自己人，最後咧就將事件低調處理，未有報警。最後咧，只係透過中間人咧要求對方咧歸還那布布呢份禮物。呢位男藝人咧事後亦物歸原主啊，解釋咧主要因為壓力太大啦，仲編咗一個好荒謬嘅藉口啊，話見到那布布冇着衫，好唔係好忍心，於是咧就帶咗翻屋企，諗住做好件衫咧就歸還。雖然啦，樂小姐冇指名道姓，但呢單新聞一出啊，全港網民咧竟然自發七兇，大家咧估計啊，究竟邊個人會咁 cheap 去生日會偷禮物呢？大家按住樂小姐提供嘅線索啊，最大部分人估嘅係已經改咗名好多次嘅梁烈唯啊，係最大嫌疑。好啦，我相信咧好多觀眾聽到呢度啊，心入邊咧一定有好多嘅問號啊！究竟啊呢個人係乜嘢心理啦？竟然夠膽咧太歲頭上動土，偷一個咧喺娛樂圈咁有影響力嘅高層，佢啊真係啊唔怕被人發現咩？點解可以咁蠢？我哋咧可以用3個心理層面咧去剖析呢位男星嘅奇特心態。第一，賭徒心理啊，佢覺得咧樂小姐收咗咁多禮物啦，少一件半件唔會發覺嘅。呢個就係典型嘅幸存者偏差啦。佢當時可能見到啲禮物咧擺喺台裏邊堆積如山咁啊，小偷嗰一刻嘅理性咧就被貪念蒙蔽咗啦。佢同自己賭，覺得樂小姐咁忙，點會逐件禮物去 check 啊？少咗佢可能以為自己執漏咗啫，佢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點知佢洩漏咗啊！而家周圍都係 CCTV。第二，佢利用咗防備心嘅盲點啊，正因為咧係熟人嘅場合啊，去親呢啲都係升級生日會啊，大家飲飽食醉啊，影相交際，防範心咧就全場係會最低嘅。去行埋去張禮物台啊，可能咧大家都以為啊，只係欣賞下咁樣，或者幫手整理下。呢位男星咧就係捉到呢個心理嘅漏洞，只要佢面皮夠厚，神色自若，順手拎走咧，現場根本咧冇人咧會即時懷疑佢嘅。呢種咧就係叫做最危險嘅地方，亦係最安全嘅地方。第三就係佢話自己壓力大啊，雖然咧多數係佢自己求其揾個藉口卸責啦，不過心理學上咧又真係有一種病態行為咧叫做壓迫性偷竊。有啲人偷嘢咧唔係因為買唔起啊，而係因為生活壓力咧太大，或者咧生活失去咗掌控感。當佢見到樂小姐一個掌管生殺大權高高在上嘅人，佢內心可能會有一種畸形嘅衝動啊！如果我喺
喺佢嘅眼皮底下偷咗你最中意嘅嘢，而你唔知，我就好似贏咗你，踐踏咗你嘅權威咁啦。呢種藉由犯案得嚟嘅刺激感啊，同埋短暫嘅權力感啊，往往係心理壓力爆煲嘅警號啊。不過用前途嚟賭一隻公仔，真係蠢到冇朋友。講完蠢人啊，又不如講下呢件事上面嘅一個叻人啊，就係周吉佩啦。佢可以咧揾到一份禮物咧，係樂小姐真心中意嘅。大家都知送禮咧就係唔容易嘅，特別咧呢種有錢人有見過世面嘅人啊，仲有乜嘢缺少啊？所以心意就變得好重要啦。但係人心難測，你除非日對夜對呢個人啫，否則好難估中對方咧喜歡乜嘢嘅。喺訪問中啊，記者就講咗句：你老婆都好叻喎，幫你揾到份咁好嘅禮物。好明顯咧，周吉佩嘅軍師正係佢賢內助，做好功課，一擊即中。呢種功課啊，有可能咧要好細心咧觀察樂小姐嘅 social media，又或者咧佢平時嘅言行咧，你先至會知道嘅。又或者咧通過佢身邊親近嘅人咧收料，準確情報，投其所好。其次咧，送禮咧係表達你嘅誠意。高層最缺嘅唔係錢，係心思。吉吉咧送呢份禮物咧，一望就知道唔係隨便喺商場買完就拎過嚟，而係要花時間去揾去配搭。樂小姐一睇就會覺得呢個後輩好尊重我，好將我咧擺喺心上。呢種滿足感同面子啊，大過你送名牌包包噶。嗱，你哋又唔好咁負面，話佢係擦鞋仔先至做呢啲嘢。呢種送禮關係啊，根本喺華人社會係一個生存技能。你諗下，朋友生日、情人相處，甚至好似同樂小姐高層嘅關係啊，好多時都係透過送禮去建立嘅。正如咧，有時唔係你份禮物咧幾貴，要用幾多錢，而高明之處就係唔需要用好多錢而氹得對方嘅歡心。大家要做到咧周吉佩咁咧，記得咧以下3個要點啦。第一，觀察生活細節，而非職位嘅高低。老細咧平時中意飲咖啡，定係佢中意注重養生，日日飲暖水？嗱，如果佢注重養生，你幫佢排隊啊，買一包好難搶到嘅頂級野生花茶，效果好過你啊求其買盒名牌朱古力啊！第二就係製造獨特性啊，避開咧撞禮物、大時大節啊，人人送燕窩、藍山咖啡、名酒、名牌包包。但你如果好似周吉佩咁啊，特別咧送一個限量版嘅辣布布啊，又或者啊佢呢排腰骨痛，你送一個咧高質嘅人體工學坐墊啊，佢每次用嗰時都會諗起你噶。第三，附上一張手寫卡，呢個係重點中之重點啊！而家每個人咧都求其發個 WhatsApp 啊，你親手寫3-5句感謝佢過去一年嘅提攜，具體咁講出一件佢幫過你嘅事，呢張卡嘅威力啊，大過你送禮物10倍啊！所以話咧，一場樂小姐嘅生日會啊，一隻辣布布公仔啊，真係睇中啊娛樂圈嘅人生百態。有人因為一時嘅貪念啊，因為所謂嘅壓力啊，喺熟人場合做出咁愚蠢嘅偷竊行為啊。雖然樂小姐最後大方放佢一馬冇報警，但其實佢喺行內嘅信譽同前途啊，基本上已經玩完㗎啦，真係代價沉重啊！相反啊，有人好似周吉佩咁啊，憑住一份咧充滿心思同高情商嘅禮物，唔單止行出咗一條非常成功嘅公關之路啊，仲令高層咧記住佢一世。最後一句啦，做人要行得正企得正，人哋嘅嘢就唔好貪啦，因小失大唔值得。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啊！大家對呢位40多歲嘅北上男星有咩猜測呢？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多謝大家收聽今日嘅節目。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集嘅 podcast， 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同埋俾個 like 我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